多少原因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的行程？副总统赖清德去访问这个帛琉3天2暝行程，最后一个公开行程就是甲媒体开讲。赖清德一直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这敢是表示讲，伊将调整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个路线。这个赖清德讲，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路线，确实得到国人的支持，国际社会肯定，当然爱伫这个路线来拍拼。中华民国台湾非常期待来自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中华民国台湾驻帛琉共和国。副总统赖清德访帛琉，佮一摆讲到中华民国台湾，比较行政院长任内公开宣示务实台独工作者路线，赖副总统可能有小可做调整。他经过近6年的努力，用中华民国台湾尝试去凝聚国人的力量，同时也因此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在这个路径上面继续努力。身为2024总统大位4件人选，阁是中共20大后台湾头一摆拼外交，赖清德公开两化主张。中国对台独的解读跟认知是，你不赞成统一，你就是台独。美国对台独的解读是进行法定的程序，那是台独。在美中台各有不同的解读。赖清德强调，美中台立场就是这样枪拄枪，从帛琉专机和美国军机停伫咧同一位，甚至和美国空军嘛住伫咧同一间饭店。不时会当听到军机飞过声音，赖清德举办答应，美国军人敢若目睭伫咧边啊。私底下在跟惠恕仁总统谈的时候，他有谈到跟美军的合作。和美军敢是拄好拄到赖清德无正面回答。不过一年来3摆出访，1月过境美国，7月快闪日本，敢是伫咧为2024做准备。我跟安倍家族本身就很熟，而且安倍家族也希望我能够前往3个出访，其实目的都没有刻意为了2024这个事情，而是身为副总统基于国家的需要。就算是总统指派，嘛增加国家和国家信心。赖清德来到帛琉之旅，达成任务，嘛替未来路面前做准备。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